收看8月2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尼泊尔甲中国的西藏边境是发生严重的土石流，至少已经造成160个人死亡，也有几百个人下落不明。因为目前拄好是朝圣甲爬山的大季，失踪的人大部分拢是外籍人士，来自28个国家。目前暂时是无传出台湾的民众受困也是伤亡。透过空翕的镜头，8月26号，水崩山甲土石流侵袭的中国甲尼泊尔边境，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考环已经互大片的土霾砍掉了，真侪厝早就予阴阴去。尼泊尔已经派出军队协助民众撤离，对水崩山拼落来的景象，真侪人想到也是心惊惊。यो जबसम्म यस्तो देख्नु भएको छ नि तपाईहरुले यो सबै पानी भरिया थियो यहाँ तपाईको चाहिँ छ नि यहाँ आएर पनि हेर्न नसक्ने अवस्था थियो हामी अझ जुन ठाउँमा अब उभियौँ नि त्यहाँ आएको थियौँ माथि बस्यौँ तलामा भनेर तलसम्म छोपेर पानीले त्यहाँ हिल छापियो敢是去翕到西藏吉隆考环的画面，美术是电影特效的乌色水崩山甲土石流，瞬间规个拼落来，人根本袂浮走，就消失伫画面当中。另外一个角度，游览车甲围墙也拢互冲下去，墙仔外的人差不多无人活落来。8月26早起8点37分，喜马拉雅山脉西藏区域发生规模4.4的地震，遂引起高海拔冰川甲冰岩崩落，变做天然的崩山湖。短时间内，甲边境的坡着科西河塌掉了。到早起10点半左右，崩山湖崩化，大量的水冲害尼泊尔真济大砖头甲水力发电站，同时阁流过界去到中国西藏的吉隆考环，连检大楼、连外道路、车辆也阁有人拢互呆落。吉隆考环是中国甲尼泊尔之间上重要的国际性考环，也是大定国际游客甲印度乡顶卡去西藏拉萨等地的交通要点。目前拄好是西藏新山、公林坡济phong雕城甲喜马拉雅山健行的大季，所以失联的人大多数拢是外籍游客，有来自印度、美国、英国、澳洲、南韩、日本等等28个国家地区。目前西藏当地有51个台湾旅客，因为吉隆重灾区通讯全部断去，目前暂时无接到有台湾人伤亡也是受困的通报。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镜头换转来看国内，因为天气歹，已经停航3天半的东流线，暂时恢复载旅客送物资。也毋过中岛的这尾帮船算是吊伫咧东港码头。官府表示讲，因为落大雨做大水，这土沙拢常常落来积累，而且佫当着考花，毋才会跨沙。落尾是用3点半钟才甲这只船拖转来。民众愈看愈烦恼，因为这只东流线的交通船通报跨沙，已经调咧遮几落点钟未顶未当，拢总146名乘客甲船员受困伫咧船顶等待救援。拖船的人有落去，落去的状况是安怎啊？头离迄个小腿的深度呢。因为靠楼跨沙的海水深度敢若到脚头骨，船公司派拖船甲交通船拢总游3道，锁啊拢游甲断去。第3届锁啊佫拍到船头的扑烟系统，感觉是个烟清出来，害大家带一条掠船是熄火。等到3点外开始中水，拖船第4届试救总算成功啊！甲受困3点半钟的交通船拖转来码头。就是我们坐了大概2个小时吧，他们才开始说什么？搁浅了，然后发病了。这也是连日的豪大雨，所以相关的泥土冲刷。那我们呢，赶快动用相关的单位，包括海巡、包括航港局，还有我们民间的拖船，刚刚顺利的把整个船呢能够驶开这个搁浅的地方。目前我们就是船出去的时候，尽量是慢速，因为我们船上面有一个侧身仪，慢速的跑，然后就慢慢的去注意一下水深。加在这回人甲船拢平安，船公司除了派另外一只船，甲乘客再登去小琉球以外，也表示旅客来过船票免贵买发红包补偿。官府表示，27会启动清淤作业，维护航道的安全。啊，业者是讲，27船帮也是会正常开，不过出入港速度会放慢，安全第一。记者柯斌在柯家族副朝阳屏东参报道。因为高雄这几日了嘛是落大雨，真侪所在是传出路面裂坑。亲像伫咧高雄都市总馆附近的中华路就有公车，这后壁车链是规个落去车路的窟窿。也另外伫咧仁武的北德路嘛是有出现道路的地基流失崩起的情形，市府是已经赶紧派人去处理。
高雄道苏总馆附近的中华路25暗时8点外公车瓦站，乘客打落车，公车汹汹渗一下，随去一边。司机甲乘客拢走落来看，发现后链已经落落坑内底，民众赶紧报警。路要吊车来斗救，公车顺利脱困，车顶34位乘客嘛拢平安。落落去迄搭，水利局先坑塑胶笋围起来，天光了后，赶紧派怪手来处理。不一个共一个路段差不多100公尺，所以又搁刷刷有2搭落落。李长讲，自从附近做下水道，中华路都一直落坑，帮一届补一届，真正毋是办法。在中华5路敢有讲遮侪卡，毋是讲落雨会产生呀，应该是内底是毋是佫有其他问题，还是工程上有啥物技术上的问题，要咱改善，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袂当摕阮的人命咧做试验啊。另外，仁武的北德路嘛，因为大雨路基流失，民众讲2、5早起发现有一坑，毋过愈换帮的范围愈大，已经影响到人行道。李长赶紧通报水利局嘛，随派人来查原因。初步了解，敢若是暗坑甲水管拢逼拱造成的，会先做抢修，避免佫继续崩。来个人这款铁厝就挑下啦，他惊讲规个啦影响着规个厝拢影响啦，所以今日嘛今叫人水利局啊，紧来把这处理也好安尼啦。先以这个填平这个相关的这个修补的这个工程呢立刻同步的来做进行，也务必在整个这今天开始呢维持所有的主要干道交通的一个通畅。高雄这场雨自顶礼拜6落到打，包括前定公西路、中华路、仁武、南马溪等等，较大台崩塌已经有6搭。民众望会当全面顺走，若无行伫路里，真正心惊惊。若市长讲会先做紧急抢修，以恢复交通顺序为原则。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针对这大雨造成的灾情，高雄市府有启动灾害专案救助。若准徛家淹水淹50公分以上的，市府就补助15000块，搁再加上中央补助的2万，安尼就有35000块。若准厝内淹水淹无到50公分悬，或者是有电器浸水的，也会当领到1万块的慰助金。高雄高山区高山山路甲明屯路交界所在，水沟的水下袂离淹入去人家厝内底，宽度大概20公分。附近的居民就表示，大水雨加上对面军事区域抽水到道路，水沟未覆排，嘛是造成淹水的原因之一。经过环保局甲水利局等等单位的紧急应变，积水已经退真济啊。过来遮拢规排拢水，我下底规排拢嘛是水啊。落雨期间有一寡住户有装炸水泵，省长的天度较轻。暗过附近有一间做过来中心，即摆地下室的停车场，互大水灌入去，水淹到要半的车身遐尼悬，有30台车浸水。日落透早，拖吊车已经小连锁甲浸水的车拖离开。已经淹到一半了，淹到轮胎了，整个轮胎都淹了，才要叫。面对高雄落雨变灾害，高雄市府启动0822大水雨灾害专案救助。若是徛家淹水有50公分以上，除了中央甲地方救助，拢总逐户上悬35000。高雄市阁贴价，淹水无到50公分的，也是家电有浸水，逐户会当领1万慰助金。相关的申请救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低利贷款的部分，我们会加速的来进行。协助我们灾民的这个重建。也若浸水车，只要是高雄市认定受灾区内底轿车含大型、重型奥多摆，上悬慰助2万块；奥多摆上悬2000块。车主就要伫浸水迄个所在区域的区公所申请，申请的时间一直到9月30。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今日开始受到风台3顶年的外围沉降影响。伫咧北部宜兰地区，这高温是大约有34至36度遮悬，有较烧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咱做回来看分图。除了南部会拄着落阵雨，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过到苗栗以南的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会落雷公雨。暗时中部地区嘛开始落阵雨，明仔载是受到这个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阵，中南部拢爱严防大水雨。因为气象署也已经伫今仔载8点半发布海上警报。咱等下来听气象署伫头拄遮上新的记者会说明。台风呢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北方，大概52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这个位置也是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560公里左右的位置。这个台风目前还是一个中度台风哦。那我们预计未来它这个台风会逐渐的往西南西以及偏西的方向，逐渐的往
台湾北方海面的前进哦。所以暴风圈的边缘预计会在明天的这一段时间掠过马祖北方的海面，因此我们要持续提醒台湾北部海面当中马祖附近的海面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在明天可能会造成强风、大浪以及明显降雨的状况。后续这个台风预计会持续的往西前进，大概在28号的中午前后由中国的浙江省进入大陆地区。因此，接下来台风的强度会明显的减弱，而且暴风范围会持续的缩小。不过这一段时间在明天还是台风最接近台湾，尤其是马祖地区的时候，所以要请各位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台风的动态。这是拄只记者会上新的说明。咱继续来关心这花莲木谷木鱼有2位去爬山的民众掉伫咧山洞。昨这消防人员有第3届要去救人，却因为溪水上过串流，救援人员佫险险啊，予水冲去，好佳在无发生危险，也佫有家人顺利救出来。另外，去年发生严重灾情的马丹溪原底这崩山湖，即马是已经消失啦，变做是正常的溪流状态，现场嘛无佫发现新的崩山湖。搜救人员看水势登坡第2花白河索啊，用摆动的方式渡溪救受困的2个山友。这对山友就是到花莲木瓜木鱼木花溪溪埔扣石头，因山窟落雨造成溪水暴涨，受困在溪谷较悬的岩洞内底。因为溪水串流，消防局自5天来先空投物资。2日早起，搜救人员冒险排渡溪的时阵，查1点啊，互溪水冲走是真危险。好佳在1日一步，顺利协助2人脱困。停，好，慢慢站起来。好，2个受困者是23号下午入山，那他并未经过派出所那边的申请，就是违法入山。花莲进前落大水后，林保署继续监测崩山湖的情形。万里溪崩山湖调水量差不多540万吨，依然是稳定溢流。马太湾溪水头河道虽然有局部土石崩塌甲囤积，不过2日空中点影较近，河道流路正通，已经无水，无新的崩山湖。不过林保署依然唔敢大意。目前有2.3亿的那个土方，会造成在大雨的时候，它有可能反复的坍方，然后有可能形成大小不一的堰塞湖。那目前虽然都是河道的状况，但是我们还是不敢轻忽。马太湾溪崩山湖虽然暂时解除危机，不过迄时阵所在河情为免伤过乐观，而且相关排水工程也需要改善。如果是四周的土方假设是没有做一个水土保持，它还是造成非常重的一个伤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你今天都还没有经过一个台风的季节呢。最重要的是，你还到9月底，你才知道说这个安全性达到了标准了嘛？以前有很多低洼的地区都有打洞，让水排到排水沟他们在施作的时候，把那个洞口都完全把它封闭了，所以造成那个水无法排进排水沟。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早起依然会继续透过无人机空中点影、指挥监测甲相关监测设备继续整合两边河道甲坡面土石崩塌变化，各照监测结果适时发布上新的资讯，维护下边地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府甲台北市府接到通果实业有限公司自主来通报讲，因生产的乌麻油验出致癌物质苯苯比超过标准，目前是已经有追查清楚，甲相关的产品落架回收。台北市府嘛启动第4批扩大抽检，针对市占率使用率较悬的麻油原料来加强检验。详细检查由嘉义市卫生局派员去通果实业有限公司考察抽验油桶内乌麻油，要求业者暂停制作。卫生局讲，业主自主通报、自主产验生产的麻油车冷压乌麻油，验出苯苯比超标，部分配合转播性预防性落来。请厂商呢将该批麻油来做下架回收，停止贩售。那待检验合格之后呢，才能够再重新上架贩售。台北市卫生局嘛同步举报，业主自主通报同款的商品，已经派员去总公司甲通路门市了解产品进销存甲落来情形。经过调查，问题配合216罐，部分配合全部落来。麻油是家庭食用的食补食品，同步展开市占率使用率悬的麻油原料，甲市面上实体贩售通路甲网络购物加强抽验。使用麻油的店家会列为特别的重点稽查对象。那如果有任何使用到的部分也会立即的下架，同时通报卫生局。
问题油也未煞，为大豆沙拉油、扩大油验出苯并芘超标，佮扩大到麻油产品。地方卫生局初步调查，业者用假称方式向外县市进口原料商购买乌麻原料，苯并芘超标可能原因还佮查。麻油的制成跟苦茶油有一点类似，没有像这个大豆沙拉油有后续的精炼过程。那当然详细的情形呢，那么也都由食药署跟地方卫生局在进行了解。通过事业有限公司发声明，验过历年产品检验拢符合相关规定，毋捌发生无合格的情况。即届主动产检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了后，会全力配合主管机关的调查，也加后续的检验。未来原来的搭配检验了后再处理。业者嘛呼吁，希望政府会当建立机制，鼓励业者发现问题勇敢通报，毋是主动公开了后雪强处罚。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针对无人载具相关条例调集党团协商，也是无共识。因为烦恼等到拜五，恐惊因为风台开袂成，今仔日会加开议会来处理。再来看《联合报》，有一个手机 App 号做1739计程车，连续逼出甲人性侵害、滥用个资，甚至是骚扰、恐吓等等的事件。即马佫查出是无经过主管机关核准咧经营的，交通部已经要求都要落架。落尾是《自由时报》，台北市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遭受因老母做性交易的对象威胁，去年底通报到今所拢无受到安置。在台北市社会局表示讲，原底认定无达到安置的标准，即马是改做司法保护安置。或者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就来指控讲，这个查某囡仔已经通报过240天啊，所拢无受到安置，质疑在台北市府的儿少保护措施失灵。因为台北市府说是讲，相关单位拢有去访视有联络过，是这个囡仔无愿意让人带去机构安置。结果妈妈在旁边看，他付钱。你印象中有几次？很多次。2年级就认识他。这回被害查某囡仔讲甲互人家唔甘，民进党台北市员开记者会指出，因为这家庭阿嬷长期伫厝内底做性交易，这10岁查某囡仔伫厝内底疑似真侪摆互人卡来手来。目前案件由司法侦办，不过为去年12月至到报案到即马已经240天，依然无安置，即期台北市府儿少保护拢无作为。前几个月我才跟社工说我想被安置，因为我不想再跟妈妈住。你总共讲了几次？你跟社工说了几次你要安置，你要离开这里？我有4次以上。那4次他都没有处理吗？请即刻提出安置小女儿跟2女儿的计划。第二个，启动评估改判鉴定的监护权。不过台北市府开记者会，针对儿少保护案件回应议员的指控，社会局强调，这案件经过中央安全评估指引的评估，无达到强制安置的条件，所以先向公司协力辅导安全计划提供家庭支持。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囡仔上好的利益原则，安置不是非系处理的方式，法律应该作为最后手段。也质疑录音当时接触片段，强调囡仔不愿意被安置到机构。整个保护的安全计划，所以从去年的12月30号到现在8月，这个所谓的猥亵事件从来没有再发生过。在我们的专业工作准则里面，第一，它未达到司法保护安置的一个程度；第二个，本身孩子也有强烈的表达，他不想到机构。我们单位以及跨领域的都在做相关的服务。从去年12月30号开始，我们有了714次的服务。社会局也表示，经过各一摆专业评估，目前已经照定数启动司法保护安置作业，会安排囡仔到社福机构接受照顾，佮继续确保查某囡仔身心状况稳定，提供必要照顾佮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有推出大专院校性别友善宿舍建制参考手册，内底用台师大、政大、甲台北医学大学的宿舍做例，互学校会当来参考。教育部嘛强调讲，会当根据学校本身的条件去推动，兼顾到宿舍的安全甲个人的隐私。
各大专院校要伫9月了后开始上课，要大学校宿舍除了男女宿舍，敢有性别优先宿舍，那是乎学生敢会想要大呢？我觉得可以，如果有抽到的话是 OK。好像跟去外面租房的同学差不多，因为在外面租房的也是一层里面有男有女嘛。同一楼层，如果他们要晒衣服的话，可能会面临到就是如果今天不小心收女生衣服，会不会有什么性别上面争议？有学生感觉无差，也有学生烦恼运输甲安全问题。不过以大事大会的学习社2楼为自2002年开始作为性别优先宿舍楼层，无分性别共层分房，各用免费做方式配置房间。大事大性别优先楼层有22间，拢是4人套房。洗衫、烘衫、拍衫空间，当地楼层总有2边，使用上无做性别区分，正在使用部分性别的户型宿舍。学生家己组队申请个白抽，入考了后，各由学生家己协调后来房间的分配，学校被介入。共同编写大专2校性别优先宿舍建议参考手册林慧君教授强调，性别优先宿舍至少做到男女共层分层的空间安排。不过根据教育部2024年办理性别优先空间调查表的结果，151间大专2校总共794栋宿舍，229栋有性别优先宿舍的设计，敢若8.3%说无共款性别共层分房宿舍。就伫参考手册提供案例甲实务问题，予各校参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国外，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瑞克里夫伫咧8月25日时阵秘密访问罗西亚的莫斯科，有风声讲美国佮大声要求乌克兰要暂停攻击。因为中情局的局长去到罗西亚，敢是要来敲切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也是引起外界议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雷克里夫25去罗西亚莫斯科，甲陆方官员进行无公开会谈。这座行程本来是无公开，一直到一台美国空军 C-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出现伫莫斯科机场，阁有美国外交车队去互人看到，相关的消息才公开。Axios 加 CBS 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雷克里夫担任 CIA 局长了后头一届去罗西亚访问，也是川普政府今年1月上台了后2国上悬战级的接触之一。大家关心是，真侪个媒体引述消息的人士讲，美国要求乌克兰24至26日间暂时避免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甲罗西亚北部部分地区发动无人机甲飞弹攻击，时间甲美国高层官员访问罗西亚行程定塔。消息讲，相关的安排甲降低美方官员伫莫斯科期间的安全风险有关系。不过，这个讲法无得到美国政府的证实。CNN 报道，雷克里夫这个时阵去莫斯科访问，可能甲陆乌和平谈判无进展有关系。除了天火甲情报沟通，伊朗问题也可能是美陆接触的另外一个敏感议题。美国这阵啊持续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不过，罗西亚甲伊朗维持密切的战略友好关系。伊朗演过慢慢提供无人机予罗西亚投入乌克兰的战场。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冰岛要举行公投，决定敢要重新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上新的民调显示，有53%的人是支持留下赢过反对的民众。除了是为着经济甲安全，这渔权的配额嘛是上大的关键。2013年，克罗埃西亚加入欧盟了后，欧盟已经13年无新的成员，即马扩大版图希望可能佫出现。人口无到40万的北欧国家冰岛，29会透过公投，后面去决定是毋是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不过，这毋是冰岛第一摆靠近欧盟。2009年，冰岛捌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搁伫隔年启动谈判。2013年新政府上台了后，煞打动啊，这场谈判也安尼停13年。面对跨大西洋贸易关系紧张、北极安全，甲美国积极推动并吞格陵兰这问题，互共款伫北大西洋的冰岛重新思考未来。But it's made people think about how big powers are acting, how economic factors are increasingly changing. 民调显示，目前有53%的冰岛人支持重启入欧盟谈判，不过反对者也有相当的比例，显示冰岛社会依然存在真侪无同款的意见。Why would we want to enter to the European Union when we like what would we benefit from it? Because we have it already good. I think it's safer to be a part of a bigger family.
冰岛是北约成员，也是北约飞行无常备军的国家。因为无家己的武装部队，冰岛的国家安全主要是靠北约集体防卫，甲1951年甲美国签署的双边防卫协定。不过，关系这场公投结果的上大关键，有关是冰岛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渔业的掠鱼配业。1950到1970年代，英国甲冰岛要因为争夺8大西洋渔权，爆发3场被叫做鳝鱼战争的海上对立。And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this country is such that no government could ever bring back an accession treaty that does not guarantee full control of Icelanders over its fishing zone. 那冰岛加入欧盟，伊会成做欧盟内底人口上少、说是上好嘅成员国之一。那自9月公投过关，冰岛爱去为最后的一回条约进行第2摆公投，去进行授权，将正式加入欧盟。公司新闻洪淑梅报道。美国真济州的政府联合对 Meta 来提起诉讼，指控这社群媒体是调工设计甲害这青少年痴迷，危害身心健康。即马双方是已经达成历史性的和解 ，Meta 同意纳180亿美金的和解金，而且要针对未成年的用户实施包含1日限制使用2点钟，也有半暝全面禁止使用等等这措施。现代人差不多拢离袂开手机啊，也毋过长时间看面册也是 IG， 煞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美国真济州政府联手控告母公司 Meta， 指控伊调工设计互人会瘾的演算法，双方落尾达成和解。Meta 除了爱付真济和解金，佮较同意对18岁以下用户实施特别条款，对根本改变平台的使用机制。A hard daily time limit on all Meta platforms. This is 2 hours a day. Nighttime restrictions on the app use. This is a midnight to 6 a.m. ban on use, period, and a ban on notifications from 10 p.m. to 7 a.m. There is a school mode notification restriction, meaning during the school day, 8 a.m. to 3 p.m., there will be no notifications. 这项和解协议毋但牵涉180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5735亿的大赔偿，也互人看作是全球规范社群大企业的重要指标。协议当中一项正特别的条件是，除非 TikTok 甲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也同意伫应用程式当中对未成年用户设1日1点钟的使用限制，也佮有共同支付各州差不多53亿美金。若无Meta就干那需要付70%的和解金。若准这2间企业有同意这个条款，安尼Meta 就会付剩的30%和解金，也就是53亿的美金。有一个因为查某囝健身社群自杀的妈妈，对这项协议表示肯定，希望会当借着安尼避免更较侪悲剧发生。As long as they enforce it properly, and I'm glad that the judg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actually do this?"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a lot of talk, and they need to actually have independent people come in. 若是美国要加强监管，纽西兰总理罗克森二时也宣布会甲国会提交法案，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预计会透过面容辨识等等的技术，严格验证用户的年岁，显示防范衍生社群已经是各国政府未堪得等的上重要的任务。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搁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网络通讯平台 Discord 去互巴西政府指控，伫咧保护囡仔的年龄验证机制无够周至。当局除了向联邦法院来提告，嘛要求将近1亿美金的精神损害赔偿。美国国土安全部提案引进外籍专业人才签证费用，要对2000至5000块美金永久调悬到10万块美金，而且阁要加强社群媒体审查，得到引发科技业甲商界反弹。伊朗参阿曼要建立洪珠海峡的临时联合航道，共同展开扫雷行动，通可安全来运送石油甲天然气。外国媒体就报道讲，两国是已经敲好这利益要安怎分配。即马离年底9合1大选剩无到100天啊，若要党团阁提出公道法的修正草案，讲要来推动一张选票会当转过来的公道案。中选会是列出11大理由，强烈反对。若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进前因为国籍的问题引起真大争议，即马阁宣布要来选台北市长。新德县选委会就表示讲，至少要证明丧失中国籍满10天。
一票多案，本会强烈反对，呼吁暂缓立法。面对年底9合约定选举，较无100天，南北党团提出公投法修正草案，研究要甲真济案印入同一张选票，看即阵啊就可能司法通过。中选会紧急召开记者会，国发国会讲美国的投开票作业，甲咱国无共无法度比较，也有可能地数无效票大幅度增加，甚至安怎辅助市长投票也需要研究。拢总一大理由，希望减慢。不过国民党团亲像无得插。已经倒数不到100天了。这个时候去推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投立法，到底是要干什么呢？真正该检讨的是中选会他们的一个我们整个开票的一个过程，他们的人员要怎么训练，教育训练要怎么做，还有包括很多相关的一个配套要怎么来去执行。那也讲，袂当用技术问题反决直接民权的形式。不过年底是不是3案公投拢会当绑大选？中选会讲爱听候28下晡委员会审议了后才有结果。各地选委会要伫后礼拜开放候选人登记。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2日向阳宣布参选台北市长，除了爱面对前党内同志屈成远的竞争，嘛互人质疑敢有符合中选会进前宣布的，原大陆地区人民必须交到丧失绿籍证明满10年的登记资格。我到时候会是竹北史上第一个竹北市女市长，也会尽量就是我们内部来整合。只要符合法令的规定，参选都是每一个人基本的权利，没有什么过度的评论啊。那对邱成元更不可能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他只要有具结这个部分呢，并且的附这个相关的资料，那他就可以完成报名的手续。我们往前推10年的话，那就是最少都要在106年。中选会主委游盈良表示，新竹县选委会会依照规定办理，只要地方选委会认定就会使，除非有特殊状况，中选会才需要介入。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寮的乡民代表会主席韩青山涉嫌长期以暴力手段，甲人收保护费超过100万，而且还有偷走税超过3000万。即马云林地检署是侦查终结，甲韩青山等26个人起诉求刑20档。2014年7月，检警侦办北寮乡代表会主席韩青山强取保护费的案件。伫桃园机场带回准备要出国的韩青山，迄阵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法官裁定20万交保。不过3月来，检方查出韩青山佫牵涉真济案件，包括恐吓、漏税3000多万等等。检察官审酌被告韩姓主席身为民意代表，不时以身作则守护地方、监督环境，竟组成暴力集团，横行乡里，更看准废土业者不敢报案之心态，公然强索保护费，视法治于无物，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及法治精神。建请就被告韩姓主席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0年。检方指出，这个暴力犯罪集团把当地土买的业者当作是领钱机。要求业者若进场囤土进前，拢要甲伊通报地点甲收料，大概时间就要付3000到6000块。若无配合，就要围场砸车，阻挡施工。被害业者多达8家，自112年4月至8月期间，陆续交付财物，总计不法所得达112万7000元。无奈啊，所以你就是会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清白就对了。当然，因为有做跟没做，卖寮人都知道。韩青山是法援王，表示检方指控的内容无实，未来会伫法院捍卫家己的清白。不过检方表示，韩青山除了暴力犯罪，也搁伫卖寮开设公司，以137张无实在发票当作进行的凭据。漏税超过3000万，经过侦查终结，对韩青山以组织犯罪、强制恐吓等罪嫌求刑20档，而且声援姓张甲姓黄的查甫求刑15档，村的人更请法院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福田病院姓家院长伫今年2月7号，病院的前员工来指控，互厂商入去手术房内底替患者来动刀。今仔头地检署经过半档的侦办了后，已经终结认定这姓家院长、姓肖的副院长，还有3位医疗器材厂商是涉款依司法，已经提起公诉。病院前员工讲，为免证明这个坐伫手术房内底姓家医师涉嫌请厂商代替伊甲病人开刀，代志发生伫2月，检调追查了后，发现除了兼做院长的贾医师，还有兼做副院长的肖医师，2个人拢涉嫌互无医师资格医疗器材厂商入去手术室，违法执行医疗核心的业务。
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医疗器材的厂商涉嫌斗牛连接管、操作机器手骨的定位器，甚至搁打骨浆。医院是绝对没有违反涉嫌医师法的任何行为，那我们就一切交由司法这边来判断。没有医师执照的人怎么可以从事医疗行为？新的仪器，是医生可能不熟悉啦。病院这边讲会收到地检署正式的起诉书了后，才搁发表律师声明稿。这嘛是台中荣总的医师涉嫌请厂商代替开刀互起诉了后，第二件类似的案件去互起诉。今年8月，卫福部嘛针对医疗厂商入去手术室提供管理的指引。第一要点就是干来当提供医疗器材相关的硬体、软体操作的说明、规格参数、技术资讯，或者是各种排除为限制，袂当涉及诊断、治疗、护理，甲其他应该由医术人员亲身执行的医疗专业技术。不过，医改会认为讲，还阁配高强度的监督甲管理。必须要搭配后续高强度的一个监管，才能充分把关是否有落实病人的一个知情以及院方的一个管理。针对这个案件，高雄市府强调讲，收到通报的第一时间，因就启动行政调查。若那涉案细小的医师甲细项的厂商，嘛会照医师法罚5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壢的马祖新村市府打算要伫遮起造新的活动中心，算是引发居民的反弹。居民是烦恼讲会去破坏着这贯穿的景观，3天内人数输得超过400份啊，要求市府爱重新来评估。这土甲厝有红色的砖啊，佮乌色的厝遐，看起来是真古早款。这是中壢的马祖新村，是全台湾保留上界完整的贯穿文化园区之一，互人号做是将军村。加上边有公园绿地，这景地看起来真正是真水。原来活动中心就在这个树的后面，他现在要给我们居民盖的是这边空地的活动中心，他要把这边的围墙还有这边的树木全部要砍伐。本地马祖新村的活动中心变作是光影电影馆，即马市府佮规划伫咧公园的绿地，也佮停车场的空地啊，要来起中壢市民活动中心，互地方居民是足反弹。在短短的3天内，我们收到联署书436份造册的部分。那陆陆续续后面这几天呢，我们也达到了450份。我们应该先盘点现有空间，做整合运用，再来考虑新的建设。反对的乡亲认为，这公园是附近的居民散步的所在，毋是放咧偏远的土地。伫这个绿地来起活动中心，会破坏贯穿的景地，也佮有公共空间，要求市府爱去找其他的土地，也佮有按实际的需求重新来评估。这一案呢，在这个历经了2次的文资专案小组审查，最终在今年的3月份经文资的审议会审议通过。文化局表示，中壢市民活动中心的基地伫咧马祖新村历史建筑的土地范围内底，原本是妇联会公园，也佮有3栋的建物，早期是提供妇女职能训练来使用。市府规划要来起新的活动中心，建筑甲步道是甲当时的历史空间有4天，所以来会佮继续甲地方的居民来做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已经有172栋历史的佳人中元祭，或者政府已经指定做国家重要民俗。对佳人来讲，有重要的奖品，也就是这摩诃必陀塔，嘛是这个时阵才会出现的。带大家做回来看卖。主坡段头前火车顶面载真侪优无港食品做的塔，也有家人中原普渡一定会传的摩诃必陀塔。即阵在菜市啊嘛看得到，在地经营40几年的店家表示，摩诃甲必陀这2项有接因好兄弟脱离苦海意义，敢若在中原这段时间才特别做。摩诃就是我对我讲的，就是伊就是参像一个莲花形，就是对咱好兄弟会使接应的意思。啊，咱迄必陀伊就是必开的意思，就是敢若咱地狱之门必开啊，互伊会使出来，互咱安尼拜拜啊，就是甲伊请伊食物件。佳人中元祭已经有172年的历史，互政府指定做国家重要民俗。在地文书工作者表示，佳人普渡使用摩诃必陀的历史已经真久啊。必陀的原型是寿桃，因为普渡的用途，所以找互必开来做区别。啊，那摩诃是对佛教用语菩萨摩诃萨的引申来的。所以就是一样做成桃子的形状的中央必开，好，就是让它能够增
真的蒸熟之后，中间会裂开，那象征就是能够超脱地狱。常常在佛教里面的一些用语，我们的菩萨摩诃萨就是这样子来。那其实是一种对于佛祖我们各式神明的一种尊称。有作家甲摩诃甲笔头写伫咧台湾篇这本册内底，伊讲台湾有真济歌仔片拢甲传统祭祀有关系，不过已经愈来愈罕得看到，嘛袂记得文化印记，伊想要甲记录起来。有足侪物件，其实阮无看过啊，就唔知影伊有啥物物件安尼。台湾典内底其实写诶几项诶字路是以前拢无人想要研究诶。感慨现代人对传统科技愈来愈简化，作者希望得大家放袂记以前甲属于台湾的电路文化记录起来。在地家人店家嘛认为传统爱保存，才会当互台湾社会有创新的能量。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家人报道。台东前几日拢咧落大雨，伫台东市森林公园的碧白湖部分进行步道，即马淹水嘛是也未退。这县府是顾虑到安全，有先封锁这步道。不过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水域的面积扩大，嘛吸引到真侪田鸭来这放卵生蛋。专家表示讲，这是水域健康的好现象。台东市森林公园的木板桥是对海滨公园进入碧白湖上近的路线。不过，即马这条人行步道，伫这几天中大水淹起来路面，县府考虑到游客甲民众的安全，目前暂时甲小鸟亭到木板桥的步道路段封起来。不过，因为淹水的面积大约有1分地遐大，拄好又搁种落雨伞，看起来亲像台东版的水游森林。木栈桥的这边的区域会有一点积水还没有退，那也请那个游客经过这边的时候，就是绕道。日日台东天气转好，伫森林公园淹水区，甲附近的海滨公园，拢发现上万只田鸭伫田顶飞，佮不时成双成对伫水面点水。专家讲，这是会迁徙的捕食田鸭。这个季节拄好是繁殖期，飞到台东又搁等到大面积的积水，吸引人来遮生卵。正值它的这个聚集繁殖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它就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到这个户外来，做一个聚集交配，甚至说这个产卵。专家表示，若出现大量的田鸭，就代表水域健康是好现象，而且所落来天气嘛是无稳定。县府表示会继续监测森林公园步道淹水的状况，水若较退，就会开放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冲击到大家的生活，在环境部强调，减少温室效应，推动净零排放，已经是无做袂使的代志啊。所以嘛，打算要甲教育部来合作，替高中生来推出多元气候的课程。顶日啊，南部落大雨，做大水，高雄市长也讲，高一内落几年一半的雨水量，气候变迁冲击大家的生活。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南部的大水雨也已经造成超过1亿的农业损失。面对气候反常，环境部也在 YouTube 推出高中生上课路的影片。年轻人要为了自己的将来，为了人类的未来，真的要想尽办法来努力，走出自己的一条路。老头子是不可靠的。为了落实气候教育，环境部也宣布甲教育部合作，9月份开始要伫全台办8场的工作坊，也有老师导带学生做校园高温警示地图，先让学生有感觉，然后开始行动。我们只是让他们先猜校园中哪些地方会最热，他们再实际去测量，验证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那他个人的穿着要怎么样改变？学生必须要有感，他才会有行动。减少温室效应，推动净零排放，已经是无做袂用的代志。那即卖的高中生是未来2050年净零的主力，希望鼓励更较侪高中生主动参与。例如说农业包含了生活，甚至有物理，甚至还有这种各种的知识在里面。那其实这个可以帮助高中生可以动手做，而且这个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一个知识，是可以去行动的。环境部表示，今年3月已经伫线顶推出针对高中生的网络课程，学生会当直接用手机上课。接落来，阁会推出多元气候课程，希望达到联合国气候峰会今年的主题，确保2035年进前，每一个青年拢会当透过教育有能力因应气候危机的这个目标。
记者古有记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英国有做研究，长期咧追踪3500个成年人因的血液样本观测 DNA 变化，发现讲有长期定期咧参与技术活动的变老有较慢。华裔创作家张素君3月伫咧香港展出的书法创作展，结合机器的手骨来斗三共创作，展现传统艺术甲现代科技的结合。进入展场欣赏艺术，除了会当熟悉大千世界奥妙，即项研究更较发现，定期参加艺术活动会当延长人的老化，和生理的年岁更较少年。Influences our mood, which affects biological processes like inflammation in our immune system. And these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these hormones and these inflammatory markers, influence which parts of our DNA undergo this process called methylati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有一个刊伫咧创新高龄化期刊的研究，这个研究长期追踪3556个大人血液的样本，了后发现，若准有定期参观画展、阅读或者是听音乐的人，会当减少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和人体 DNA 出现变化。每一当衰老的速度会当延长4%，若生理的年岁比一般人少年差不多1岁，效果就甲规律的运动或者是解分对人的影响差不多。I really would love anything that helps people engage with art on any level. So I think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 really hope it does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nd view art much more like they do music. 事实上，包括台湾各国的医界都已经慢慢啊去甲参观博物馆，甲列入社会处方签内底。这款非药物性的健康促进手段，会当提升人的心理韧性，减少压力引起身体发炎反应。无论是今日去美术馆，也是读一本册，拢是每一个人会当负担、心实阁好用的抗老撇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南部地区是25度至33度，东部地区26度至35度。外岛地区是26度至35度。这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